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。按2月6号开始买喙安是采用实名制，民众都爱摕健保卡到健保特约的药局插卡才会当买到。不过，即马全国拢总有52个偏乡镇无健保特约的药局，就会请当地卫生所来协助买这喙安。而政策一出来，是毋是会造成这偏远乡镇的无方便？偏乡的民众有无共款的看法？而花莲这秀南乡的民众就讲，伊无烦恼买袂到喙安，因为伊住的所在空气品质真好，无烦恼讲这个疫情影响。不过呢，嘛是有其他县市的民众希望讲政府会当加照顾到原乡的这个居民，防疫唔通将因闹高去。来消毒一下手。民众出入公共场所，拢爱衡量这个下头的温度。武汉肺炎的疫情煞咧炭烧，规台湾拢咧消喙瘟。即马中央定案，伫个新历的2月初6开始，规台湾实施买喙瘟的实名制。民众爱到特约的健保药局甲买会到，就爱记查健保卡去绿卡，安尼才会当买。不过全国拢总有52个较调远的乡镇，伫个这个所在无特约的健保药局，亲像伫个花莲都有5个乡，拢无这个健保药局，因为这个偏乡的民众简单会当来这买。3个山地乡，还有我们丰滨乡卫生所、护理卫生所，这个假日呢，我们会办理加班。那民众呢，不管你是偶数居数的话，都可以在礼拜天来到3个山地乡来购买。不过这个秀林的乡民，因唔免烦恼讲喙瘟无地买。戴口罩会不会怕？不会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人还是算蛮安全的，应该还没有这个病。没有这个病就不会怕。对呀。再来空气好。对，走一走晒个太阳这样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啊。因那新德县的花山、峨眉、甲五峰这3个乡镇，嘛无健保的特约药局。你知道说在卫生所可以领？我知道啊，对。之前不晓得说在卫生所可以领。不知道啊，我以为要去竹东啊。竹东就跑很远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政府实施买喙瘟的实名制，才会无健保药局调远的52个偏乡，民众会当去卫生所来甲买。不过乡长也是希望讲会当来照顾原乡的居民，唔通互因变做这个防疫无人管待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